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另外学生囡仔已经开学啊。南投旅社业者会当讲是嗨惨，因为即马订房率一直落。南投清境差不多有100间业者做伙提供犹太带楣方案，要来招人客。希望3月底火金高贵，会当招更加侪人来到南投观光。好山好水，南投除了有壮阔山景会当欣赏，阁会当坐船四界佚佗。去草原顶悬来穿羊仔是观光客一定爱去的。不过受到武汉疫情的影响，加上已经开学啊，订房嘛大大来减少。武汉疫情对于观光业造成的影响，那我们会希望说，就是我们集结我们南投山区亲近的业者，那一起来推出这个所谓的提升免疫力住宿专案。为着要挽救业绩，即马清境上百间的业者参加经济部的纾困方案，杀出带楣优待。参像国民宾馆甲教师会馆联合杀出3天2楣带楣方案，搁送船票甲门票。另外3月底火金高贵就得要来啊，观光处嘛已经准备好啊。那在南投因为从可以分为5条路线哈，那在这5条路线呢，我们也会来积极的运用各种不同的宣传那个平台跟工具哈，尽全力宣传南投的观光热点，配上优待带楣，希望会当使民众加出外来行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